讲一嘴思念的茶，绘一片故乡的画，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上台的下河，上台的下河，照水化妆。对方摇摆西奶颠摇娇，游客互伊声声来，佮偷偷啊甲伊藏起来，转去。叫伊出来诉相思，佮甲伊西装打扮。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18集分享的是嘉义的韩婉老师所写的《上台的下河》。咱继续邀请韩婉老师来讲解这首诗的含义，也有台语文的用字。热天若到，一个荷花就开。荷花是足水的花嘛，所以足侪人拢爱看荷花。这个荷花开，荷花生伫对呢？伊有水的所在嘛，所以伊照水化妆，所以咱甲即个花当作若像一个姑娘啊共款，即个姑娘，照水伫遐咧化妆，查囡仔拢嘛较爱水，这花就若像囡仔查囡仔，伫遐咧化妆，放出来即个荷花伊会摇摇摆摆，摇来摇去。咱甲伊当做伊是一个姑娘嘛，所以伊讲对方呢西奶，西奶是足水的事。查囡仔有当看到，有人来，伊嘛会感觉讲，伊要互看伊上水的一面哦。互啥物人看？即个花当然要互游客看，所以去遐佚佗的人呢，拢互伊声声来甲伊翕相，偷偷啊甲伊藏起来。是安怎要甲伊偷藏起来？其实是甲伊翕相啦甲伊翕落来，转去，甲伊叫出来诉相思。咱若翕相翕咧，转去咱会过来看咱的相片啊。对即个花再三一直看，若像对一个人共款。咧诉相思，佫会甲伊编辑，甲伊做美编。咱想讲，哇，咱即个主人啊，甲花翕转来，即个主人啊，咧甲花西装打扮个共款。咱讲西奶查囡仔，若要和人斗阵的时，有一个方式，大家拢足介意的，就是你会讲西奶。西奶安怎写呢？西是公司的司，咱开店做生意迄公司的司伊伫遮。咱读伊的白话叫做西西奶的形式西奶呢，即奶女部再一个奶，查囡仔有迄个奶开啦，讲话较奶开啦，咱拢用这个奶过来这个城安怎写？口字边，搁一个延长的延，口字部，再一个延长。时间延长，所以口字边个延长的延叫做城。什么叫做城？引诱吸引人家过来，
啊，引诱都可以叫做侠。咱今仔日欣赏的这首诗内底，有来写到夏天的荷花。空中好朋友敢知影讲，荷花甲莲花有啥物无共呢？顺利去，咱会邀请花草食物专家关秀萍小姐为大家做一个讲解。夏荷一般咱叫做莲花，莲花是上普遍的称呼吼。咱伫咱台湾种上济的所在，就是伫咧北河。咱会感觉讲，为什么荷花会阁叫做莲花？咱即句诗内面有甲咱讲到，伊迄种的意境，就是讲，伊落雨了后，甚至讲，伊若是透早的露水，滴伫咧即个莲花的叶仔悬顶，伊就会有风来，伊就会安尼摇来摇去，非常的水，咱有一首歌讲叫做《露珠儿》，就落伫咧迄个荷叶悬顶。即个时阵呢，咱会感觉讲，为虾米后睡莲、后莲花，咱也讲叫做荷花？咱知影，一般睡莲伊的叶仔是直接就是搭伫咧水面的，若是莲花，伊是搭伫咧水面，但是伊的花是徛起来。徛伫咧悬顶，然后伊若是风来的时阵，伊会安尼摇来摇去，非常的水所以咱若是伫供佛的时阵，拢最介意用啥莲花，因为出污泥而不染。咱爱知影莲花，伊是有莲藕有莲蓬。咱看到像咱洗身躯咧用的迄莲蓬头，迄个莲蓬伊内面佫会生莲子。即个莲子咱咧未掰开以前，咱爱知影，伊若是生熟的时阵，伊迄个皮会较定壳，然后有一点咖啡色。咱若是还未成熟的时阵，这个莲子伊的皮是较青、较青脆、较嫩，所以讲咱时常拢会去买莲子、买莲藕来甲伊煮。即个莲花呢，嘛有人甲伊摕来做纯露，非常的香。嘛有人甲伊摕莲花来甲伊做煮食，而且嘛有人甲伊摕来供佛用。咱爱知影，这几丛的莲花，每一个部分拢会当食。咱看嘛有人药嘛有人拢用莲子内面迄个心苦苦有个人讲迄会当退肝火咱家看这个荷叶嘛有人伫炊油饭的时阵嘛有用迄荷叶落去包落去焖油饭嘛有人呢摕荷叶摕来泡茶，讲食减肥。其实伊会当清凉解毒，会当退火其实伊就是有活火的功能啦。上台的夏荷，照水化妆，对风摇摆塞奶，顶摇娇，游客互伊声声来。佮偷偷甲伊藏起来，转去叫伊出来诉相思，佮甲伊西装打扮。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韩文老师写诗，关秀萍讲解自然文史，洪昭文吟诗。专门客电台制作，公司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次再继续空中再会。